是耶稣是之罪，耶稣是之罪。咱恭敬来听。所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疼痛，互咱伫寒冷的天气，也阁有日头，互咱得到烧热，也互咱用欢喜感恩的心，三甲来敬拜上帝。咱做伙来祈祷，听世间人的上帝，愿感谢你遮尔大的疼，伫圣诞的节期内底，互阮感受到对上帝来长看关心的疼痛。特别互阮才知影，伫圣诞的中间的主角是耶稣基督，也互阮对阮的理性、阮的感性、阮的灵性会当完全来认捌，互阮的一生也欢喜跟对耶稣来行，来活出丰盛的生命，互人甲阮拢会当高举基督。愿这条歌要三甲做伙来领受主你的话，通过你的信息来激励阮的心。安尼祈祷感谢，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仔日是大康节的第4主日，咱有点到粉红色的蜡烛，是代表耶稣基督的疼临到伫咱的中间。咱对圣经伫新约四福音书内底，咱会当看到耶稣基督的一生，对出世、伊的工作、伊的服侍、伊受苦、顶十字架4个月，总是伫这个四福音的中间，咱会当真清楚来看见耶稣所做3项最要紧的代志。头一项，伊就是宣扬上帝国的福音。上帝国快实现啦，恁着悔改来信福音。第二项，耶稣也咧教导真理，对伫马太福音第5章甲第7章，咧记载山顶的部分，讲起8福，论到伫祈祷，论到伫施舍，论到伫奸淫等等这些代志，耶稣清楚来教导学生，互因来明白。第三个就是耶稣行神迹奇事，医病赶鬼，互5000个人食饱，互4000个人食饱，也治好民间各项的症头。伫这3项的代志，耶稣所做，伊也讲，军队伊的人也要做这3项代志，毋但要做，阁要做更较大的代志。意思是讲，每一个基督徒拢会当传福音，每一个基督徒拢会当去教导别人认捌圣经的真理。每一个基督徒也会当替人祈祷，互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内底得到医治。做一问题是安尼，主耶稣所面对上大的困难甲担心，就是军队伊这学生，毋知有真正捌伊无？甲耶稣做伙，这学生毋知有真正了解伊无？这是主耶稣上担心的代志。伊所担心的是，当耶稣完成上帝所交代的使命，伊顶十字架，然后上天了后，是什么人会当继续上帝国的福音？主耶稣伫一生的中间，带领12学生，甲因做伙生活，甲因做伙服侍，也甲因伫学习做功课。伫3年外了后，主耶稣就带因来到一个真特别的所在，这个所在就叫做该撒利亚腓立比。那带到伫这个所在，佮问学生讲：恁讲我是之罪？你们说我是谁？要有这学生会当真确定，因所跟对耶稣到底是什么人啊？
也咱会当对该撒利亚、腓立比这个所在来了解，对圣经的注解内底，还是真济这个册内底，咱会当看见这个所在是一个多神信仰的所在。咱后到伫以色列，咱就知影这个所在就是以色列上北边啊，搁过去到别个国家。伫迄个上北边的所在，通讲是伫加利利海东北边25里的所在，也就是以色列上北边属地但这个所在。咱知影雅各的12个囝，然后通过约书亚入去迦南地了后，就每一个人分土地，但就是分伫上北边这个所在。总之，伫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才有古代阿兰人所拜巴力的庙。安尼讲，就是这个所在有充满这个古早这个真重视这个庙事祭拜的气氛伫这个所在。第二个，伫这个所在有山有水有山谷，是一个大自然的神。这个神就是帕尼亚斯诞生伫这个所在。有真济希腊的神话来传说伫这个所在，是对该撒利亚腓立比来开始。这也是约旦河发源地，就是对北边的黑门山，规年拢有雪，然后扬去了后，迄个水就流到伫该撒利亚腓立比，然后流入去到伫约旦河，到伫死海的所在。迄个发源地就是对这个所在。而且有一个大希律为着罗马皇帝所起造白色大理石的神庙来拜该撒利亚。这个该撒利亚的意思就是该撒的城，就是罗马的皇帝伫这个所在，互人甲当作神来拜，也充满罗马帝国这种的国家崇拜的气氛真高的所在。主要说带一个学生来到伫这个充满这神明、这古代的宗教信仰，以及当时罗马帝国崇拜的所在，伫遮通讲，也就是伫正神明的中间，咧问伊学生讲：你讲我是几岁？耶稣一个真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这学生伫伊的生命内底，甲耶稣做伙这几冬的中间，真正会当认捌耶稣是什么人。所以因若无法度真清楚来认捌耶稣基督，因无法度来告别因的信仰，兼且伫将来因要继续福音的时间，兼且渐然困难。我相信这是主耶稣一个真特别的用意，带因来到伫该撒利亚腓立比这个所在。即下日姊妹，咱后礼拜，咱就是圣诞的主日。咱知影圣诞的主角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要互咱伫进入圣诞的中间，互咱真清楚来了解，咱要三甲来传扬耶稣基督福音的时阵。即使咱对信仰无清楚的时阵，这也就是主耶稣担心的代志。兼且咱所传的，就失落福音的顺者。嗰项就是咱活伫台湾这个处境内底，其实甲该撒利亚腓立比也差无偌济，因为咱台湾是一个真典型多神信仰的处境内底，对家人到伫乡村，台湾的人民看到神明就拜，因敢若一个期待有拜有保庇，拜啥物人无要紧，但是伊若给我保庇就好，互我大人食饱日，囡仔好药饲，家庭赚大钱有平安，这是台湾民间信仰一个真特别的所在。有可能伫咱后礼拜有人要洗礼，
有常常也将是甲耶稣当作是正生命中间的一个摕来拜，加拜一个保庇加较济，有可能有这种的思想伫迄个内底。所以我也真伫后礼拜，咱要进入伫洗礼中间，搁一摆来澄清咱所认捌的信仰到底是啥物。咱若清楚认捌，咱会当成做一生是受祝福的人，一生是福气的人。耶稣到底是谁罪？耶稣问伊学生讲：“恁讲我是啥物人？”意思是讲，耶稣爱学生对因的嘴、对因的信仰的中间有一个真清楚的确认。总是学生的答案，互伊真失望。伊讲有人听讲你就是施洗约翰，就是伫旧约甲新约上帝点点无出声400年了后，头一个开路先锋，迄个施洗约翰。有人讲你就是以利亚，因为以利亚伫列王记的中间是一个大的先知，伊捌太赢450个巴力的先知，所以你是一个大先知。有人讲伊是耶利米，耶利米就是犹大国亡国了后，伫耶利米伫遐通过上帝的代言人，伫遐咧预言，因受了70年了后，因阁要倒转到伫耶路撒冷的所在。意思就是讲，人对耶稣的评价真悬，伊拢是真大的先知，也是伫正先知内底的一个，包括今仔日犹太教嘛同款。认为耶稣毋是基督，毋是弥赛亚，伊是正先知的中间的一个哪定。总是耶稣所指的，毋是正人的回答。伊要知影到底伊学生有真清楚来认捌伊是几罪无？为什么耶稣这么担心？因为即使伊学生认捌无清楚，怎样要去传福音？包括咱在座兄弟姊妹，真做基督徒，对咱的信仰无清楚，咱要安怎去传福音呢？主耶稣嘛咧担心，即使这学生对伊的认捌有偏差，要安怎来做正确的教导？我相信，这是主耶稣伫心内一个真深沉的心意，伫迄个中间，咱会当直接来体会。我就来讲，耶稣带生到伫该撒利亚腓立比，甲伊学生3年外了后，带来到这个所在，有一种的意味，一种的意思，就是要互学生有一个毕业考试。这是一个真要紧的毕业考试。这就亲像什么呢？就像咱后礼拜要洗礼，这40几个兄弟姊妹，最后拢爱小会问道理。爱互你确认你所要洗礼，要真做基督徒，你知影啥物无？同款的意思，耶稣就问伊学生，通过这个问题，互因一个真清楚的毕业考试。伫拄则迄个问题内底，学生真有意思，讲东讲西。都是只要说讲，你讲我是什么人的时阵，逐个人拢点点唔敢讲，敢若无啥清楚，头壳佫绕绕咧。这都是咱啦。咱有时甲学生嘛共款啦。人若甲你问讲，你信耶稣？耶稣是什么人？耶稣是几岁咧？咱嘛头壳绕绕。安尼啦，我后礼拜来问阮牧师，我才甲你讲。这是西门彼得伫这个所在做出一个真重要的一个宣告。伊讲：“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囝。”这句话真重要。这句话是彼得咧告别伫充满异教，甚至是多神信仰的该撒利亚腓立比这偶像生命的中间，耶稣基督，你是独一的真神，你是上帝的囝。这句话对咱每一个基督徒是一个真重要的提醒。
也就是咱伫台湾基督徒面对遮尔侪神明偶像的中间，咱要怎样来告别咱的信仰？彼得甲咱讲出来啊！彼得的信仰告别中间，互咱看见三项真要紧基督教信仰的内涵。头一个，耶稣是基督。耶稣的名，咱伫顶礼拜我已经讲，伫马太福音第1章，当天使来甲玛利亚、甲约瑟讲，你要生一个囡仔，爱甲号名叫做耶稣。耶稣的意思就是拯救者的意思，要将人民对罪恶的中间拯救出来。虽然应该讲这是圣诞节，不是耶诞节，咱来特别提醒，这是上帝正做人来到咱的中间，改号名叫做耶稣。这个耶稣就是拯救者。到基督是什么意思？基督照新约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受抹油的意思。受抹油，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弥赛亚。受抹油，弥赛亚有这个拯救者的意思伫内底。咱知影伫旧约的中间有3种的身份的人爱受抹油，头一个就是君王，扫罗、大卫、所罗门王。这个王爱受抹油，代表这是一个上帝竞选，上帝特别伫因的中间。过来就是祭司，祭司就是替人民来献祭祈祷的人。先知就是上帝竞选的代言人，不是以先知性格，不是先知性格。是上帝所竞选的人来代表上帝来传达信息，所以耶稣也是上帝所应允的君王、祭司、先知，伊就是拯救者，伊是上帝所抹油的拯救者，伫来到伫咱的中间，伊是永远的上帝。永远的上帝甲神明有啥物无共款呢？咱知影伫摩西，上帝爱伊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阵，伊真惊吓，讲我真含慢，我的喙唇真含慢。我若到伫以色列百姓中间，要讲上帝要爱我带恁出埃及，但上帝是之罪啊！伫出埃及记的中间，上帝亲自启示伊本身讲，伊就是创始成终的主宰。这句话伫启示录内底就讲，伊是阿法，是欧米伽，意思是整个世界开始甲落尾，拢伫上帝掌权的中间。也就是讲，伊是自有永有的上帝，过去伫地，现在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这个上帝，用一句较白话来讲，就是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上帝。总是呢，咱所认捌的偶像，就是用人的手所刻的。这先是妈祖，这先是土地公，甚至呢，咱将这个石头较大粒，咱就甲拜，这叫做啥？石头公。树啊较大丛，咱就甲号做神木。甚至咱也将人来当作神，甲地仙公当作神，蒋介石当作神，猪八戒当作神。这个就是咱伫台湾的环境内底，咱已经分不清楚。彼得是写讲，基督是永远的上帝，是阿法，是欧米伽，是这个地球的开始。甲落尾，拢伫上帝掌权的中间。第三个，耶稣甲上帝的关系，咱常常讲耶稣是上帝的囝，这是要表明上帝咱看袂到，
所以伊就亲自自我限制，受空间时间的限制，成做人进入伫人类的中间，认同人的本性。这个呢，咱就甲称作上帝囝，就是道成肉体进入人类的历史，做人类的拯救主。耶稣甲上帝有同款的本质，这是咱的信仰。圣父上帝、圣子上帝、圣神上帝，拢同款三一上帝，敢若一个上帝，伊有无同款的本质。咱会当对约翰福音第1章18节安尼来讲，咱看见这段圣经节安尼写，讲无人看过上帝，咱毋捌看过上帝，只有独生囝，就是甲爸上亲密的迄个，甲伊启示出来。就是耶稣基督甲上帝同款的本质，将伊来到伫咱的中间，人类历史内底，互咱来认捌伊。所以咱会当搁伫约翰福音17章22节，咱会通看见。我无拍伫这个所在，这段圣经安尼写，主耶稣讲：你互我的荣耀，我已经互因，要互因甲我合作一个，亲像我甲天父上帝合作一个。安尼就是讲，圣父上帝、圣子上帝、圣神上帝，三个毋是三个上帝，是一个上帝，咱叫做三一上帝。是最后礼拜牧师的教导，也是讲圣父、圣子、圣神。要洗礼的时阵，耶稣也亲自安尼讲：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我学生，奉父、子、圣神的名，甲因行洗礼。既然我假使恁遵守的，就假使因，我就常常甲恁三甲伫地，直到世界落尾。兄弟姊妹，伫咱台湾的处境内底，咱也是充满偶像、充满神明，甲这种的环境内底。所以耶稣今日也同款对咱提出这种的挑战。爱咱伫这么侪民间信仰、侪神明的环境内底，咱要承认耶稣是基督，是上帝囝，伊是拯救主。阿妹吗？其实咱每一个基督徒徛起伫台湾这个所在，咱伫咱的环境内底，常常有人咧问咱：你信耶稣？耶稣是啥物人？你给我介绍一下。咱会面对这种的问题，这也就是耶稣担心的。即使学生若无清楚，有时阵伊就无法度讲清楚。所以基督教的信仰就是爱互咱真清楚，咱所信的是啥物。安尼，咱对咱的信仰才有把握，咱才会当有自信来传福音。第三，耶稣是至宝，意思是耶稣是上宝贝的。耶稣是上帝赏赐世间人上宝贝的礼物。咱知影伫圣诞节时阵，咱拢爱礼物。咱上欢喜会当抽到电脑，抽到冰箱，抽到电视，但是这拢会歹去。总是耶稣基督是上帝予咱永远活的礼物，咱要珍惜伊。伫马太福音第13章，咱若注意去甲伊看。耶稣伫这个所在有讲到天国亲像什么的7个譬如，内底讲到2个，讲天国就亲像宝贝同款。当人若发现一块地有宝贝，伊就卖所有的，要得到这块地。天国亲像珍珠同款，咱若发现到这个宝贝珍珠，咱就是要得到伊。有一群英国学生。因伫英国到伫非洲的所在，刚果就是这个非洲的一个国家去迄个所在断线去遐传福音。到伫因的时间差不多，因就去休困、佚佗、观光一下，因就来到伫这个刚果的一个湖，真水的湖的所在，伫遐佚佗。迄天真好天，哇！日头照来，每一粒石头拢金死死。哇！因就想讲来遮佚佗，天气真好，湖阁真清气，无咱
来算点石头，就是摕石头起来，点咧，飘飘飘飘，看啥人点较远，你捌算过无？敢若3、4个人捌尔，剩的拢没有童年啦，剩的拢没有童年吗？咱细汉的时阵，咱若看到鱼池咱就是讲我摕头石头起来，就安尼点落去，飘飘飘飘，可能点较远，因就伫遐咧算，算甲真欢喜，有人佫看啥人点较远，算了后结束了，因遮个中间有一个学生，就甲2粒石头摕咧下落落地仔内底，因就结束迄个旅游，倒转到伫因的国家。经过半年了后，这同学佮大家参加组织做伙伫遐咧开讲咧分享因过去伫半年前伫非洲的所在所拄到最趣味的代志。中间的一个学生对落地仔提出2粒石头，讲我对迄个所在找2粒石头转来，你看。拄我咧讲的时阵，边仔有一个珠宝商对遐经过。看到这2粒石头真特别，伊讲这毋是石头呢，这是宝石呢，你拢毋知影。这一粒石头、一粒宝石会当值5万英镑，遮尔钱，遮尔贵。哇！其他学生听到了，讲哎呀，要知我嘛加炸几啊，转来加炸几十粒转来，要知就拢袂赴咱一句话安尼讲，千金难买早知道。要知，已经袂赴亲爱的姊妹，伫咱的生命中间，啥物你甲看作上宝贝？伫保罗一生内底，伊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总是伊毋捌这个信用。过去伊迫害教会，总是伫大马色的路上。去互主的光照了后，伊的生命改变。伊伫腓立比书第3章第7节到第8节，伊安尼讲：我以前掠走甲我有利益的，我现在因为基督拢当作有损害。毋然呢，我也将万项事当作有损害，因为我掠认捌我主耶稣基督最宝贝。阿妹吗？你有甲保罗同款的这种的心情吗？咱认捌耶稣基督做宝贝，咱真正真深沉来经验耶稣基督这种的丰盛的恩典、疼痛、祝福，满满伫你的生命内底，伫我的生命内底。也因为安尼，我成做基督徒，这是我一生上大的祝福。这种的自信，这种的把握，就会当互咱带来咱所生存的环境带来祝福。总是有时阵咱会对耶稣有误解，迄个误解是甚物呢？既然咱活伫这个世间，咱有时阵并无掠做耶稣是宝贝，咱掠什么做宝贝？掠万人做宝贝。万人才是宝贝啦，那耶稣是宝贝呢？因为我逐工拢需要钱嘛，钱才是宝贝。咱拢掠做咱的生活富裕，咱的事业成功，咱这一切拢靠我家己打拼。若无我，太倒有这一切呢？有一个小朋友，读双联幼稚园，老师就要教因食饭的时阵爱祈祷。这个囡仔学习了足好，转去的时阵，妈妈煮饭煮好势啊，要食饭的时阵，这个小朋友就讲：“爸爸妈妈稍等呢，咱来祈祷来感谢。”爸爸足受气的，要祈祷要感谢什么货？这个饭拢我趁钱互恁食的啊，无我无趁钱，恁哪有饭通好食？伊毋知影，人的打拼真有限。圣经安尼讲，千算万算，毋达着天一话。咱人有打拼，但是若毋是上帝照顾，照是落雨，照是出日，照是束缚这一切，咱太倒会当享受这么济恩典。
这个就是咱基督徒每一届要食饭进前，咱一定爱感谢。咱无否定这人的做事人的努力，但咱爱会记得饮水思源。咱会记得这一切是上帝恩典甲祝福。所以真侪人认为钱较重要，耶稣毋是亲像保罗所讲的遮尔宝贝。到我有一天，我要死的时阵，我才来信耶稣就好啊。啊，问题是，毋知影当时要过身去。最近刚有听见一个兄弟，因为感冒无注意，啊，引起身躯大严重，伫 ICU 内底。要甲伊洗礼，伊嘛已经袂记得人啊，毋知影。咱的人生有耶稣基督伫咱的生命内底，咱会当甲这看作是一个宝贝的时阵，咱的人生的价值观，咱的人生观绝对无共款。第4世纪真出名的神学家奥古斯丁，伊安尼讲：每一个人的心内拢有一个空位，这个空位只有主耶稣会当甲咱填满，互咱得到满足。那无呢？现代人有一本册安尼写：穷的只剩下钱了。穷的只剩下钱。咱会当真正经历伫咱的生命内底，钱有重要，但是呢，钱有时阵袂带人快乐。你有缘是空虚，你有缘是不安，有缘感觉惊吓，困袂去。耶稣是咱的宝贝。每一届我去探访这年长的长辈，差不多70岁才信耶稣，探访伊，哇，足感动的。第一代基督徒足感动，讲哎呀，我若知影我较早呢，我10几岁来信耶稣，我人生一定无共款。我去互神明骗几百万去啊呢？我若要知影较早，要知拢想慢啊。兄弟姊妹，圣诞上重要，就是咱会当经验耶稣基督丰盛的恩典，伊是至宝，伊是上大的宝贝。有人认为耶稣是啥？是这个阿拉丁神灯啊！我若甲伊祈祷，伊就出来讲：主人，你要爱啥，我拢互你。照咱的需要，照咱的期待，拢来完成。那安尼时阵，主耶稣毋是上帝，咱是上帝，咱会当超越这一切。基督徒必须要伫生活经验内底来体会、来感动、感受到人的有限、人的短暂、人的软弱，需要一个永远通倚靠的主宰，就是主耶稣基督。因为伊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也对圣经的中间来认捌主耶稣的大权能。有一个细汉囡仔，细汉的时阵，父母就互伊去读英语，毋茫讲这个囡仔会当得到好的栽培。到伫过年的时阵，这个爸爸就互伊100块，互伊100块的这个台币，就是咱的钱啊。互伊100块的时阵，这个爸爸咧想讲这个囡仔互伊读英语读较久到底毋知影英语到底是啥无？就问伊的囡仔，讲这100块顶头，这个人是啥物人？你知影无？就甲用英语甲伊问甲问讲 ，Do you know who he is？ 这囡仔头壳摇摇讲，爸爸，你咧讲啥？我听无。这爸爸就甲这小朋友讲，这个人100块，迄个人头，就是 He is national father。安尼我知影，迄个囡仔讲，我知影，我老师有教。迄个 national 就是国际牌，father 就是爸爸，所以这个人叫做国际牌爸爸这人就是国父。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讲，伫咱的生活、咱的信仰内底，常常咱将破碎的信仰的经验，遐斗一地，遐斗一地，遐斗一地。
咱无法度真有系统的，咱真无法度会当伫真用心学习、参加主日学、参加造就、参加训练，互咱会当有真好的信仰的体会人物。那安尼时阵呢，咱常常会亲像即个囡仔共款，对耶稣基督的人物有出入。有真侪圣诗的作者、信仰的前辈见证，因伫遐咧讲起天父上帝诚做伊的牧者，亲像大笔的诗4篇23篇。天父上帝就诚做伊的避难所，诚做伊的山寨，也是遐经验圣神的安慰、保惠师的陪伴，以马内利的主。永远甲咱三角伫地。亲爱的姊妹，今日主耶稣若徛伫台湾这个土地中间，伊也同款对咱提出这个条件，讲我所听的囝儿啊，你知影我是治罪吗？咱是毋是有缘同款会当亲像彼得安尼告别讲，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囝。是道成肉体耶稣基督，你是拯救者，你是我的主，你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我会当伫你内底经验丰盛的活命，我也要伫圣坛的中间，会当分享伫我所经历耶稣基督丰盛的恩典。后礼拜咱要进入伫圣诞的主日。搁一摆，互咱清楚圣诞的主角就是耶稣基督。咱做伙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甲疼痛，互阮进入伫圣诞的节期内底，阮常常将阮的焦点看无清楚，模糊无明，致使阮未晓得知影耶稣是阮生命中上宝贝。主啊，阮伫祈祷的时阵，用你来赦免，因为阮并无有真好的造就，互阮清楚认捌耶稣基督，你来到人类的中间，伫带来拯救的恩典、赦罪的恩典。所以，阮今仔日搁一摆会当通过彼得的信仰告别来成做阮的信仰。所以，兄弟姊妹，你有听见遮尔要紧的信息？你若是新朋友、无道友，你也欢喜告别这位耶稣是你的救主的。你会当举手来表达讲，你欢喜承认耶稣是你的主。又欢喜，你会当举手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伊欢喜承认上帝囝耶稣基督，伊是拯救者，伊要进入伫你的生命内底，要成做你一生中上大的宝贝。你欢喜承认呢，会当举起你的手来，感谢主，感谢主。主耶稣，阮感谢你，因为你的救赎，你赦罪的功劳伫阮的中间。我看见这兄弟姊妹因决志欢喜承认耶稣基督是因的救主，这是阮一生中上大的福气甲恩典。我毋若得到这么大对上帝来宝贝礼物，阮也以爱分享阮的信仰、阮的经历，伫上帝你的疼痛的内底。特别上帝愿你纪念拄则举手欢喜承认耶稣基督是生命救主的，你甲三角同在，祝福因、引带因、带领因，互因通过决志，伫教会生活、教会学习，到伫因欢喜受洗礼了后，一世人来跟对耶稣的脚步。愿伫你面前，将一切荣光归伫上帝，将你的祝福、将你的平安归伫敬畏你的人。安尼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